铁路警察局交过车子半暝有接到台铁的台南站站务员通报，讲一台区间车第4节车厢内底，那亲像是行动电源导火烧，甲涂骹烧甲乌麻麻一搭一搭。警方赶紧到现场，毋过找无人。尾啊，警方车子暗有找到涉案的这个查甫人，甲伊依法审办。台铁区间车的地板草被大家看得出来，迄当时确实有回收。只不过，当站务人员甲警方到场了后，发现当事人已经无看影。警方车日暗经过过滤相关监视器影像，锁定涉案人动向甲身份，查出是一位48岁姓柯的查某人所做的。审问了后，以公共危险罪嫌上班。许前供称，系因充电过热导致行动电源自燃现象，随即用脚踩灭火源，并将行动电源弃置于现场后进行离去。上述行为涉犯公共危险，全案将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。警方认为嫌犯代志发生了后，应该较以靠电话通报代替，还是使用代替简讯通报服务。也毋过，伊煞家己离开，这也是涉犯公共危险罪嫌主要原因之一。即摆家己小客虽然无造成重大意外，也毋过代替面对紧急事件时，也确实有标准的 SOP 处理流程。疏散旅客，然后如果有起火的时候，我们立即动员用灭火器去处理。如果发现可疑的物品的时候，通知相关单位。在这之前，我们会防止其他的旅客进到这个范围里面。行动电源家己烧起来的案件，常听到台南市消防局表示，民众一定要保持冷静，上重要就是移除4颗灰开烧起来物品，离火源较远一点下，搁用水降温。平时也爱定检查行动电源，敢是有毁损的状况。在状况允许的之下呢，希望可以去取得大量的水来帮行动电源做降温。那不建议使用一般的灭火器或者是泡沫灭火器，因为它的效果其实是并不是很好的。充电式电池或者是锂电池的设备的时候，也要记得要常常去检查它整个设备的状况。丰小海的列车地板经过代替量算了后，是1305块，会依规定向肇事者讨赔。代替也已经进行清洗、开放、完成了后，搁投入营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